八卦與歌星齊飛，5月演唱會資訊來襲。5月10號，樂壇清流陳潔儀帶住佢嘅心房登陸廣州天河體育中心體育館，為樂迷獻上治癒滿分嘅音樂現場。近期佢因為金曲《零瑕疵》現場再度翻紅，社交平台翻唱片段刷屏，佢嘅聲音質感再被網友狂讚，歲月不敗好聲音，唔會過分咁樣炫技，唔會勸囂，只係用最真誠嘅歌聲打動全場，帶你喺旋律入邊重溫心動瞬間。One Day 直到那天，情歌王者李聖傑嘅 One Day 直到那天，5月10號唱響倫敦人綜藝館。年初5生日開工，佢豪灑6位數嘅紅包俾工作人員，暖心嘅舉動亦都圈粉無數。但其實佢出道27年嚟，帶嚟痴心絕對、手放開等經典金曲，用穿透力嘅歌聲詮釋心情，每一首都係青春回憶殺，用音樂俾歌迷帶嚟最走心嘅感動。人氣偶像陳立農5月16號登陸銀河綜藝館，青春為名4面台夢幻開場。近期佢同范丞丞奔跑吧喺時隔8年之後再合體，瞬間引爆時代眼淚，熱度居高不下，舞台斬獲國際設計大獎。佢以溫柔嘅聲線演繹多元曲風，唱盡青春成長，用星光舞台回饋一路伴隨嘅歌迷。實力歌手龍婷旅程澳門音樂會5月23號登陸銀河 G-Box 開場，經歷緋聞風波之後，佢低調沉澱，專注音樂。今次嘅歌單同舞台全新升級，佢以溫柔治癒嘅聲音演繹經典金曲同誠意新作，歌聲細膩動人，用音樂串聯回憶同埋感動，帶嚟走心治癒嘅沉浸式現場，展現最純粹嘅音樂魅力。以上嘅演唱會，你最想去睇邊一場呢？